台中的大都有一个33岁占小者感染到 A 型的流行感冒，就系医生所开的克流感来治疗。但是食5天无较差无大紧，病情阁起恶化，呼吸衰竭，送送到大病院。照电讲，肺部有一片变做白色的，是严重肺炎，紧急来插管到叶克膜来抢救。治疗1个月话，总算是恢复健康。病院帮伊来举办着欢送会。伊想着家己到鬼门关前行一逝，差一点无命，是情绪激动哭出来。真的很像噩梦一场。不过谢谢大家让我有重生的机会，谢谢你们。一个占小者摸一束花，哪讲哪流目屎，因为治着 A 型的流行感冒，险啊就无命。因老母徛伫边啊，有这个同感。看到女儿躺在那里，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，只能晚上的时候2个夫妻抱着哭这样子而已。占小者是一个住伫台中大道区的33岁上班族，无慢性病，伊自认为是病毒绝缘体，真健康。进前因公司有同事去挖着 A 型的流行感冒，说来伊嘛发烧会嗽，人咧先倒软到到去诊所摕药来食克流感拢无改善，到第5天病情恶化，心中皮肤菜。严重肺炎，左边跟右边的肺两边都白掉了。之后肺部的功能就非常差，那时候血氧就变得非常低了，已经低于90，最后说是87。伊是得着流行感冒的重症，病院赶紧甲插管急救，并且开刀到这个叶克膜甲抢救，到第10天，伊的肺部总算有较好啊。有轻很多吗？轻很多。占小者双手练习手部的动作，复健真顺利。伊想袂到讲，别人得着流行感冒5、6天就好啊。伊虽然送入交互病房，还阁到叶克膜，同时还阁将头毛剃掉。秋冬的时期，真有可能去挖着流行感冒。咱乡亲有相关的镜头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